25分啦。唔緊要嘅。好，一球正球。OK。好，旁支有。嚟啦嚟啦嚟啦！25分啦！last 一場啊，睇下邊個勝利回家。志偉自己嚟，係最後束手出界啊！志偉啊！要射啦！5秒，4、3、2、1，出手入咗有效。哎呀，繼續14秒進攻時間。繼續繼續繼續。誒，繼續有，仲係籃板。哇 ！Ken 邊度收到風有波打啊 ？Ken， 嚇2-0。我一旁係嘛？我係。哇！我哋有個香港嘅球員過嚟做外援啊！我哋阿 Ken 啊，單車仔嘅五虎之一啊！快攻，快唔快到？快唔到。打手啊！OK， 2-0， 25分啊！呢場終極之戰啊！之前啲勝利抹走佢。哇 ！OK， 4-0。呢個潛力中鋒啊！OK 啦呢球啊 ，OK 有一個籃板。邊個控波？45度合總45度得㗎啦，係啦，而家你打係 OK 嘅，靚交晒 ，OK 嘅。好波4-2。4-2啊！之前啲勝利忘記咗佢啊！呢場先係關鍵啊，同你講。靚啊！啊！呢球有啲藍斯拉烏布嘅嫌疑啊！呢球啊！藍斯拉烏布嘅嫌疑啊！6-2， 6-2啊！如果你後邊淨係贏2分咧，就打平啦。3分嚟嘅。繼續。繼續。哦，foul咗啊！call 咗 foul。
6-2啊！繼續，繼續，繼續。繼續，籃板，勾手。3分嚟嘅。哇，6-5啊！落快位先啊！大傻落翻位先，有幾有落翻個位先，落翻頭邊個位，唔係個位你倒落去，心邊個位？合中嚟啦 ，Ansa， 籃板，靚晒 ，OK， 8-5啊！3分波，3分波，3分波。對住。哦，冇人防啊喂，呢個冇解嚟噶喎，8-7，一分波。繼續，哇，10-7啊！呢個 OK 喎，呢個。有啲卡達嘅影子喎，好波合總，過半場啦，大傻入翻去。10-7啦，靚交，唔好嘈佢，唔好嘈佢，唔好嘈佢，佢自己思考下，攞 pass 俾翻阿恒，大傻，5秒，4、3、2。繼續，哎呀，冇事。走，搶板。有啊，10-9。邊個10啊？我哋紅色啊，紅色10啊。25分呀，25分啊！呢場打25分啊！呢場打25分啊！漂移射球，哇！呢個籃板犀利，foul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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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靚交，喂，繼續，阿 Sam。哎呀，差少少，差少少，冇問題，冇問題，差少少呀。阿鵬，籃板，籃板。好，紅衫波，紅衫波。10-9啊！企喺度做乜嘢？45度，合總45度得，合總45度。同阿 Sam 換位。哇！咁犀利嘅，咁犀利嘅喂，連得6分啦喎，阿 Sam，連得6分啊！計埋啱先個絕殺，連得8分啦已經。12-9， 3分波。哇！ OK，白色波，白色。12-9啊，3分波咋？會唔會嚟球3分追平先呢？一個埋啊，一個。啊，可以吹犯規啊！呢球犯規。12-9啊，紅色領先啊！追平，哇！12-12啊！呢個賽事過咗一半啦，賽事過咗一半，可以執，可以執，冇問題。3分嚟嘅，哇！呢球3分關鍵啊！呢球3分。喂，
15-12啊，賽程過半啦而家，25啊，唔緊要啦。哇！而家哦犯規，唔係開㗎。對住，過去，靚㗎， 24號過去，有籃板。你咪好，阿 Sam 喐啊！哎呀，我哋呢個阿 Ken 啊，控球後衞啊，單車仔嘅首席控球後衞啊，曾經嘅會啊，繼續。走步。你嚇親。阿 Ken 啊，志偉，俾佢射，哇硬打，犯規，打頭啊，打頭，15-12啊，又係3分波啫，15-12啊，哇！俾個中鋒喺前面啊，個中鋒跑得最快喎而家，唉大鑊啦！你而家體能有隱憂啊！哎呀！好波，呢啲咪好波。而家紅色體能可能有啲隱憂喎，可能有啲麻煩到後邊。而家15-12啊！哎，15-14，又係1分波。阿 Ken 冷戰。志偉射型切入。